样是看村民太飞，还是陈明真。再看到我背后两群等一下嘅小朋友嘛，佢哋喺面农手帮吹，口言新嘅成员哦。讲到咧手帮吹嘅成里面，是讲到呢前嘅国家吹嘅总教练齐生明齐教练哦，佢喺呢面农菜体嘅乡亲，佢头摆到面农打棒球，一路从手帮打到国家吹去哦。佢想到讲，係咪有可能？然後佢退休嘅，佢轉到面農來，希望留面農頭擺打棒球、打野球，講用個錢出來。故所呢，佢來呢個面農博士學院協會嘅顧秘書長顧建強兩三人呢，發起好受到去年提出嚟面農手幫10年嘅培育計劃哦。結果呢計劃一提出嚟，面農鄉親非常熱烈支持哈，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哈，10年500萬嘅經費，馬上是目視到齊全嘅哈。另外，青島嘅一幫嘅棒球好手呢，也組成了義務教練群啦，指導了群成員來練習棒球。不過唔單止講佢哋打球技術天天哦，體能品德嘅訓練係非常重要嘅。一下經過1年嘅時間呢，到大家群你面農嘅手棒嘅吹呢，佢哋申請樣板戲，訓練校工樣板戲，還有家長係咪當支持？公鋪門兩方面呢，用板戲來聽書佢哋來發展嚟做棒球運動呢，然後棒球兩方國球也面農。到60、70年代最新的就運動嘅風氣呢，再到入小鎮地位度重新潛進來。接下來來到呢面農故事館嘅面頭前，請台東嘅來賓並台下嘅鄉親並社幫專業共同來參加討論。開會了！節目剛頭來到面農故事館嘅面頭前啦，有可能現場呢成軍有1年嘅面農社幫吹全員嘅球員已經來到現場嘅，那個面農社幫吹嘅吹員大家好，大家早，小朋友早。哦，真有精神哈！你其實今日6樣下哈，係你6隊運動會當在鬧棚舉辦嘅時間，唔過關心面農社幫野球嘅。民眾還有家長、學校嘅教長也都來到現場，表示講，就算係6隊運動會在當在比賽當激烈嘅時間，關心野球、關心手棒嘅面農鄉親哈，還係願意來討論，到底面農嘅手棒吹有辦法到禮拜10年培訓計劃點樣度呢？重新尋找佢頭擺過去嘅功用嘛哈！啊像馬上為你紹介現場嘅來賓，第一個呢係你高雄市教育局體檢科嘅科長周明正周科長，你好。各位鄉親、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再來為你紹介係高雄市政府體育處嘅處長陳武雄陳處長，你好。各位客家鄉親，各位在場的鄉親朋友們，大家早安，大家好。稍等為你紹介係你嗰種嘅禮拜面農手幫10年培訓計劃嘅發起嘅單位哈，你嗰種面農博士學院協會嘅秘書長顧建強顧教授。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最後呢，介紹就你運動名稱哈，你講職棒演員嘅踢球哈，是佢得出來嘅，你一下面農社幫推嘅種嘅義務教練團嘅教練之一哈，張運昌張教練哈。主持人客家好。想到開始節目以前呢，先請記得攞到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打招呼一下。記得特別喺雙重打球以前哈，對嗰種對呼戰鬥哈，戰舞會跳出來哈。像我哋先嚟看一段面農社幫吹出場比賽以前嘅戰舞。make it， 好事啊！你面農社幫吹戰舞真緊動等一下哈，就係仲會有運動一下身體，還有牛師傅哈，像前兩個下教練啊，牛師傅嘅演員係乜解啊？熱身咧，好，看睇你嘅在戰舞熱身以後呢，馬上聽新聞記者鏡頭來了解下，到底面農社幫10年培訓計劃係樣板型開始嘅，經過1年來，佢哋遇到樣板型嘅問題，還有教練嘅然後個球員訓練情況樣板型呢？杜照大家重情夫連球開始，面農應該野球夢就唔是聽過。到嚟民國50-60年，全民好野球，面農才體很靠培育出嚟，從7歲米中原創了到野球國手，到優秀嘅教練。我哋寒暑假一邊學，書包一條，唔係吊怪嘅，做打球嘅。我哋咧
北讲，苏博阿北咧就全部为了讲看打球的目标去做些。为咗冲进跳高嘅野球风法，闽南少年野球10年培育计划正式启动咧。球员马上你就按住靠那边就喂，好不好？去年3月份，万新嘅全景9件河高吹染嘅跳投尝试，總共有40個新染嘅闽南少年野球隊正式成立咧。2年內，義務教練團到吹染，當然都上網練習，將馬界到5條都達到境內更好，小朋友咧打球都有心得咧。1到5都打下午4點到5點半。还有6日的话，都是打一整个早上。下课嘅時間可以訓練到，又唔會無聊。杜闽南肢體70名2種人嘅學校下，差唔多係發通全景，甚至係去內外嘅闽南客家鄉親，老野球幕建立到2批少年野球種子學，希望成年呢有快樂打球嘅童年，也做得簽轉跳過共融嘅野球夢想。當然有錢人出力啦，有錢人出錢，有錢人有力出力啦。其中大家嘅力量，培訓出甚至推嘅野球好手，雖然治療唔係安過事情，還係有當到困難會克服。不過有夢想追獎，達得達標。台灣新聞樣片親密嘅時節，看到小朋友出去比賽哈，到比賽結束會講謝謝指教。其實韓國人哋闽南小幫吹哦，除睇一種嘅打球嘅技術以外呢，品德教育、品格教育係更加重要嘅哦。幫咱原因咧，等下請教練回答。唔過睇下問題先請教練顧金松顧教授哈。韓國人都準備呀10年計劃哈，10年500萬，但是去年咧計劃提出1禮拜。是目到200萬，可見鄉親那種嘅費用非常熱烈哈。這樣10年我想提出一個計劃，鄉親一熱烈嘅費用係咪也超過也想象呢？因為一個10年計劃其實改做以前的時候，我俾闽南有派一個嗰度棒球場啦，還有一個呢，也嗰度活動地方哦，談過我哋闽南嗰度社會嘅吼，在打球嘅，差唔多有5、6間小學嘅有100個青年在打球，當時我哋咧。去年的2月咧，曾志遠總教練過身底下，俺2十屯徐生命底下咧，向下坐，向下嚟講，生命教練講，以上我鼓勵闽南跟小幫來做一個方面的呢訓練。那訓練的時候，剛才有想，好啊，講俺哋就來寫一個計劃，一個計劃寫嚟後，俺哋從俺哋自家鄉親，從俺哋就開始1萬2萬1年，差唔多1禮拜人，俺哋就根據嘅俺哋博協會嘅呢。協會嘅呢講理監事咧就就念嘅2萬人完之後，我樣個計劃係安尼一講3輯之沙來講出一本他個人來了解一個情形。我哋最主要目的是講希望本一些年嚟吼，因為我哋當時社會嗰多年嚟，也冇事情做，都會打電動玩具啦、看電視。那我哋有一個球嘅本一曬嘅種子嘅，所以我當時嘅目的是希望人有球好教安尼。哦，有球嘅好教，下課咗以後佢唔按無聊，也唔會講做出去做上做下啦，學到有嘅冇嘅，可以講本塊朋友牽到用心。好，感謝你嘅顧教授哦。剛才想請教下你嘅鍾運傳總教練哈。那第二還有你闽南小幫吹哈，當然訓練是不少，但是每場訓練都要請到教練來投入嘛哈。目前義務教練群睇條幾多少？個各喺附近乜個項目嘅指導訓練？我哋目前有5個教練，因為客家數片冇相同嘅，像我就專攻，因為我很細都我打過針入去，我專門就負責做投訴嘅。哦，投訴訓練同埋些訓練，我也訓練咯，我哋都劉教練、劉秀琴、劉教練，女也嘅教練都莊快聰教練，過還有個打擊嘅耍教練都鍾國豪鍾教練，佢專門負責打擊嘅，嗰個劉振廣。教練啊，亦都負責10年嚟練習起嚟嚇，體能啦、走啦嚇，有個各方面咧，有個去負責。係目前都5個教練。5個教練哈，台灣看到新人出去比賽都講謝謝指教，談講到咧就義務教練群哈，要入強勢個，除咗教新人嘅打球以外，禮貌禮節、品格係當重要。因為有人想法咧，你30年嘅棒球生涯，有本按樣嘅人生，因為講其實可能品格比。球技打球技術係較重要咯。本來打球嘅生意咧嚇，本來都一個有理嘛。打到好，打到唔好，係另外一回事。品德一定冇講，
比赛打的咯，唔讲赢的人就讲哦，外国高傲，吼，外打输的人也都相同点点本样的骂唔完的，相同古赛客家吼，比赛迄个吼都打得好唔好，都而且三个讲多谢谢指教。哦，运动家的精神嘅精神。哦，好。當天嘅發現，韓國人教練群嘅手機向嚟看下，你目前嘅面農手幫吹吼，佢逐禮拜吼，當日咧練習嘅彩蛋係樣樣辦戲。做到看到咧係面農手幫手將嘅棒球訓練蛋吼，目前禮拜一、2、4、5下晝頭4點到6點，佢哋會做跑步啦，吼，還做傳球、接球、分組訓練吼，綜合嘅守備訓練吼，跑操場吼。3年生咧只有3天，4年生只有4天，5年生只有5天，6年生只有6天吼，所以也只有體能訓練，可能也強度也蠻拉吼。再來看，你喺一般的週間都不用2年時間，其實訓練用蠻勤呢。再來看到吼，你喺禮拜3下晝頭你喺小學唔是上課嘛，所以禮拜3下半日咧係女也我也分開守備訓練，還有跑壘分組比賽吼哦。也就是分組比賽哦，小朋友42個球員分組比賽。禮拜6上半日咧係基本嘅傳球、接球和壘間傳球也係分組比賽。禮拜2本條轉起舞卡吼，然後家庭好好聯絡下感情啊。所以看到你強度其實也蠻大哈。我想你也貼配來請教一下你台下嘅小朋友哈。好，唔再拿一個我媽名。楊玉達。哦，你也幾年生？5年生。5年生，啊，看你都走。跑操場會跑5圈，係冇？這會讓嗎？跑得動嗎？跑得動啊。跑得動哦，哦，有沒有喊過苦？有。有，那喊過苦之後怎麼辦？跟教練撒嬌，教練不要跑了啦。沒有。沒有，教練會怎麼說？趕快去跑，不要廢話。哦，好，那好，謝謝。那我再看旁邊這一位好了，就你，好，來站起來。請問你叫什麼名字？鍾雲珍。鍾雲珍，那幾年級了？5年級。5年級，所以你要跑5圈操場。好。那這1年來打球，你覺得，你剛進來的時候跟現在哪些部分，譬如說手背啦，還是投球啦，還是這個傳接球部分，哪一個部分有進步了？投球。啊，投球。投球，你現在會投哪些球？直球。直球，還有嘞？沒了。就先練直球。好，打棒球好不好玩？好。那你跟你這42個弟兄，覺得感情有沒有1年來增加很多？有，是不是？好，謝謝你，謝謝。睇下你現在訪問2個小朋友吼，其中因為1年來吼也有進步吼，啦，大家推然感情也有增加吼。雖然講話非常強散，但是其實球技已經畀其他啲小幫手吼，會嚇一下，嚇一跳吼。來講安尼教練，我想請教一下劉秀卿劉教練，是講那啲小朋友其實。頭擺全部素人嘛哈，去年整線時間，記得全部素人。1年來，你都會訓練，睇下菜單當咪看到嘅哈，係樣板型嚟落力嚟做，啊，你對佢嘅要求係樣板型。我哋小幫隊呢，從去年啊，就咱們4月份能成立，一開始嘅全部有問題啦。啊，到1年來咯，我帶出有比賽也有10場左右啊呢。啊，啲小朋友老實講咧，也過認真，過認真嘅訓練。哦，我哋開始訓練嘅咯，威嚴這話好，訓練打擊也好，全部完全唔掂，包括練適合我做乜嘅，完全對一個棒球嘅人嘅一個區塊吼，完全唔了解。經過1年過後呢，4年呢慢慢地知道乜嘢叫棒球嘅。哦，所以跟一開始是當頭拿頭嘛，因為其實你的頭擺係有這個。棒球這訓練素養都很好，然後帶素人棒球隊小朋友，然後按訓練起來時候，蠻困難的地方嘛。哦，也最困難就講誒，從唔地到地啊，又最小幫嘅同時都最強咗呢。一開始訓練嘅前幾件嘢咯，鼓勵有時鼓勵我經常講嘅，唔做上面了。唔到上面了。我教我哋4年了，只過辛苦，啱講慢慢地培養過，誒，一定有興味嘅，人哋教練都有興味。所以啊，我1年來咯，係上次有4年咯，我慢慢地都結住我個進步個體啦。哦，我家看樣片地位都唔夠意就打球嘅，哦，上蓋太鬼惡哦，嗬！跟係啲人嘅頭擺，其實國內所有棒球選手像講頭擺教練全部當惡啊，嗬！你下人哋教練到面同細幫手，係唔係當惡啊？你講人哋教育嘅方式，用愛嘅教育，要調整過嚟呢。也真是講嘅，頭擺我哋
本中美人身上交交哦，只一点学哦，跟相对也可能还会新都人会十八强哦，啊，今日生意无相同，哦，教育方面呢，慢慢研究改，爱的教育也有啦，是讲咧训练球队呢，一个磨练，冇办法训练出一个结果，一个成绩出来，所以我哋一方面还要加强，啊，本身人了解，你既然打棒球要识苦，我要谈，唔谈唔训冇办法训练起来。所以严师出高徒啊，但是用爱嘅教育嘅方式哈，好，啊像下面请教练来带几个小朋友来，你也可以哈，都来了解下投球啦、打球的啦，一讲捕手暗号、投手暗号，看是看唔是，都带你棒球的种基本素养、一年来培养，都用完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暗号就是要攻击的时候，是我们这方面攻击的暗号。闽农社帮所攻击的暗号。对，他现在有那个一垒有跑垒者。一垒有跑垒者。跑垒者。嗨。那一般呢，我们跑垒者在一垒那边，打击这边。那正式要打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教练做暗号给我们的攻击的选手，他们知道。好。现在说，如果说是某人出球。也讲伊出球叫人哋比按摩，同量出球叫比按摩无相同。唔像今日人哋攻击吼，也无人出球叫嘅吼。係。係因嗰啲雙重打擊嘅，人哋教我先比。比咗要慢比呢？係教你我比人先人哋低。好，先比下，每二低啊，可以是可唔是吼？好，教練開始。佢因開始打擊啦吼。係。教練上去會比。等下。台湾教练用描屁股用描述，那个意思看是什么？看得到。什么意思？是到了。要到嘞。好。教练按冲嘛，冲个呀，好，高考一下，再比一次，不一样的。等一下，看什么？又摸肚子又摸耳朵，那个意思？打带跑。打带跑哦，教练有冲嘛？冲好。所以这种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好。你刚刚是负责投球嘛，哈？那你现在的球路主要是丢哪些球？直球跟滑球。直球跟滑球，好，刚强调一下，要棒球哈，有分4缝线跟2缝线，对了。4缝线。用白用4缝线。就你握这边。好。4缝线嘅位置在出马个球诶。直球。跟2缝线嘞，2缝线都难。也是直球。2缝线要对直球。也是伸卡球。还在对王建民的伸卡球哈，来示范一下伸卡球的握球，球要慢拿。慢巧，蛮好到的哦。好，没关系。要1年的时间嘛，没要紧哦。好，谢谢你哈。请教下你钟运聪总教练哈。其實農業教練團隊佢哋有想法，譬如講體能係練體能，還有棒球的基本知識嘛哈。像喺投數，頭下介紹2縫線、4縫線等。你農業你下經過1年培訓，小朋友都棒球的基本知識方面，你下嘅長途用完成嘅。練的1年呢是進步過多，從基本的唔曉得到緊啦哈。因為4年韓國時時間嘛，結束哈4、5年生做投數哈，盡量都搞出球。因為啊，踢咗搞一片花球啊哈，速度慢上轉上轉下哈，安尼骨會受傷，骨在很一擺哈，他們會疏通啊。出球接到好啊哈，接到好唔只人很一擺，而且買個球嗰個簡單。就出球先練好來。出球先練好。練好來。所以教練團一路去甲條擺打球嘅經驗，因為保護小朋友，你下次都訓練嘅計劃地擺度全部有包含到地擺度之抄嘅。有啊，跟我說嘅地擺吼有安尼資本機嘛嘅旅遊，從細年嚟接起嚟啦吼，也本練習嘅球時間本球嘅節度，也是甲網度接球嘅只無注意網度嘅。俺地擺有治病機，做台冰敷。佢聽過以後，像今日投訴嘛相同啊，接起嚟一天嘅冰敷，無聽過以後水分鹽去，水分軟酸啦。有冰敷過以後，聽過以後水分本樣過好。好，感謝。那基本呢？好，感謝。剛才想請教顧教授哦，我發現你嘛哈，可能小朋友1年嘅成長，你下唔對於一種1年嘅過去嘅成績，你講。
万州的要讲满意，要讲非常满意。哦，非常满意啊！非常满意啊！品德都真是鬼好，鬼有礼貌啦，生意呢。所以对生意非常满意，对教练群呢？哦，我要崇拜的跟他们感谢，哦，也个真是演义务教练的哦，真是咧，俺们老百姓安尼写，简单的安尼。也迷你的真的做呢，所以也6个教练真是鬼辛苦，所以我们相信真的不一言一个鬼感谢的心情来讲这个事情。好，那周科长，我也接着再问，其实您刚刚提到，现在高雄市16个少棒队大部分都是以学校为一个单位来组成，所以他们可能会住校啦，好，这个集中管理啦，这训练强度。您觉得跟我们美容少棒比起来，会是比较强吗？还是说其实我们美容少棒他们训练强度也不弱？刚刚看他们的菜单呢，跟我们平常的了解来讲，其实各校时间差不多，但是以少棒来讲，其实教育部有规定的哈，就是强度都必须要有限制的。他们现在看起来都还符合3个小时哈。所以这个不是爱训练多久就训练多久了，是，因为还是要考虑到小孩子的成长、他的课业、他的家庭。那住校的部分，实际上就整个来讲，如果要把它推到威廉波特去的话，各位知道这顶帽子是我从威廉波特带回来，我今天特别把它带来哈，来献宝就对了。不是献宝，是要鼓励我们的美容的目标就在这里。哦，那其实，在威廉波特它规定是不能住校、不能集中的，它是完全社区型的，所以我们美容这边因为都是在地的子弟，所以基本上应该都是回到家里。哦，那如果说住宿势必会影响小孩子跟家庭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成长的阶段，应该是课业、体能各方面都并重哦，不能光单纯的在发展棒球，不能那么早就把它定位掉。所以我们其实对住宿的部分，非不得已，我们是不鼓励。好，谢谢我们这个周明正周科长戴了威廉波特棒球队这个帽子，来鼓励大家能够前进威廉波特啊！我也想请教我们陈武雄陈处长，就说其实体育处负责表示全民的这个部分了哈。那您看到美容这一股兴起的这个棒球风潮这样子民间这么努力投身来做，那您在这个体育处这个部分，看了之后会觉得很感动啊。对，我看了也是真的非常的感动，而且看我们古秘书长还有我们张永昌教练，还有徐总教练，我想这一波棒球的热潮包括我们世界经典赛出来之后，其实最开始我们说它源头应该是我们美容的少棒队开始。那我们美容少棒队这样兴起完之后，你看我们徐总教练带头回乡来去把我们的少棒的精神打起来之后，你看高雄大学的竞技运动系出来了，然后他要成立棒球队，然后后来大家来接种的时候，我们义大犀牛把新龙牛。把那一头新龙牛变成义大犀牛了，牛比较厚了啦那新龙牛变成义大犀牛完之后，它也带动了我们整个棒球的热潮，又带动了。那接下来我们 WBC， 你看世界经典赛，你看昨天前几天刚好报道世界我们台湾的棒球已经进入到第4名全世界第4名的部分，那美国、古巴、日本跟我们把韩国比下去了。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振兴棒球发展计划，本来就提4年的话要进入到第4名，也就是延伸起来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美容棒球少棒队确实是把这一波的一个棒球的概念这样引起来，最主要基础我认为还是在这边呢。不过我要特别看大家的练习我就想到在前年王贞治他到 WCBF 来到我们高雄的时候，他去带了88个国家的小朋友，他们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喜好棒球而已，他不是真正的非常的一级的选手。不过他们在的时候就用玩的概念来去看待，譬如说他看很多小朋友喜欢玩那个滑垒他就铺一个那个帆布袋的滑垒板，然后在1垒跟2垒，在我们成绩班的时候，他是泼水在那个帆布袋上，那训练小朋友跑过去的时候，滑垒的时候在水上滑过去小朋友夏天热嘛那个水喷上来的时候，每个都很高兴。那他同这样的话，1个礼拜小孩子从一个素人之间到他很喜欢棒球的时候，他那个棒球的热情就带过来了。我想看到这样的希望。所以是寓教于乐就对了。好。像其实美容嘅对野球疯狂的程度，唔係從經驗人開，唔係從球員人開始其實都
日本书的时节吼，还咧美浓共和教是出来一只小帮的名声啦，因讲的宋焕勋、宋前教练啦，吼，呀，沙地下来是像齐生明啦、钟运聪总教练等等吼，天意推嗰种美浓嘅小帮的名声起来吼，所以其实咧，呀美浓的小帮、咧美浓的野球呢风气，一直非常的深吼，到民国六年代、70年代时节吼，也非常非常风靡，像现场开放俾恁嘅美浓乡亲吼，你讲一下头摆。美浓体区很用摆起来，迄种对那个野球哦，非常非常的风靡哦。当时的时节，迄睇啲咁嘅情况，老太太讲一下好冇？好，廖毅先生。我今年52岁。系。我对你比张永昌啦、徐胜明吼小2届。以前我哋时节，我哋美浓吼有8间学校，8间学校每间有棒球队。哦。今回忆起来吼，真是咱们快乐。我哋一下课一中学注意田球打球诶。去安尼好讲草场打球的，当时你会打球的球具用安尼竹棒，过用安尼蓝色、红色的那个软式网那个棒球，就像现在那个网球一样，都回家哈那个锯竹子，然后当那个球棒来打，非常快乐，这是一个美好的童年。所以对你的头发来讲，棒球是要游戏控了。棒球。等于说是生活的一种，是游戏的一种。那时候等于说是最美好的那个童年就对了。啊，甲新闻影片啊，看到讲头摆白宫super破也无钢铁，一看宋焕勋打棒球，咁正经迄样。很些时间，我们美浓对8间国小哈会举行那个棒球比赛。像我们中潭国小就有跟张永昌他们美浓国小比赛，我到现在都非常记得他的那个投球英姿。小时候那个都是看棒球长大的。好，感谢您嘅一个顾先生。还有那个你嗰个美浓嘅乡亲，在哪里讲哈？头摆你到美浓哈，搞棒球、打棒球嗰种嘅热情，好冇？好，廖伟太高。那个我的孩子本身也在美浓啊打少棒哈，那今年5年级哈，那他每天回来都跟我讲。在棒球队里面训练情形哈，那几乎他的希望就是在棒球里面哈，那他打棒球打很快乐哈，那跟棒球队里面的小朋友大家相处也很好，那我觉得他除了学棒球之外，另外也学到跟那个棒球同学之间的一个相处的一个态度跟方法哈，我觉得他也学到很多，不只是棒球哈，谢谢。感谢哈。在古教书我想要强调一下，像头下介位家长讲到吼，其实要求打棒球也系要求行业吼。你哋都发现嘅时间，系唔系啊？因为上嘅推动生命，其实生命期间非常的长，也针对行业嘅部分，你哋有想到有配套措施到你哋嘅训练计划点样度？也个有哈，今目前已经开始就有做演小帮嘅呢课业辅导，每礼拜演就是练球练迄个下注嘅过去。还有像什么学生有教育学生的呢，学生的教研，所以一个方面嘛希望要新年的哈，因为今那个多元的一个学习一个机会哈，所以我哋美浓嗰度其实嗰度运动选手我感觉，运动选手嘅人哦一定够聪明，一定要够聪明，因为冇够聪明啦，嗰度暗号啦，嗰度乜嘅球用 at 吼，也有在斗志，所以我感觉其实老本以为感觉运动选手头脑几简单，其实唔错，运动选手真是几好嘅头脑，几好样做嚟做嘅运动选。上咧是看睇咧上班团强松松，看恁嘅小帮水嘅训练情况，佢哋应验咧就成果哈。像下班团嘅节目咧，进行很严肃嘅讨论哦，到底恁嘅小帮，到恁嘅抢小帮，甚至到抢帮咧，佢哋政策教育嘅延续当中，係咪有啲问题是嚟檢討嘅呢？像底下繼續嚟討論。节目现场哈，上一团节目已讨论到美浓小帮生源培训计划哈，其实已经开始1年嘞。1年期间呢，也有陆续出去比赛哈。不过，比赛4场底摆度呢，有一场比赛哦冇办法去比赛，因为摆现呢，因为既然哦有人来抗议讲，你哋美浓小帮底摆竟然有嗰种4年生哈，嗰种来参加，按做唔得哈，所以还问一下你总教练，系唔系你哋嘅实力哈，已经俾人注意到嘅哈。古时候呢，俾人注意到，今日打千去學生嘅，竟然
年纪不符合，做唔得来参加正规的比赛，迄免唔得到比赛的时间也反映出闽农少棒队佢都伊只起发新嘅民间自主性了主审少棒队，我比赛的时间，我问题已经产生出来嘅。上礼拜比赛吼，我哋去冈山比赛嘛，我哋做得报名嘅学生啊，都12嘅，有嘅无满，今年已经无到11岁啦，做唔得报名，也全部有年纪限制嘅。结果人打赢嘅，连对方嚟抗议人哋讲，人无12人做唔得参加一队啊。我以前超过12人啊，做得组一队，结果呢4几年呢，一个还年纪啊，还过细。故所被取消资格。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周科长，就说其实美容少棒队他们现在出去比赛，已经陆陆续续面临到，譬如说他们要用什么样的名义代表哪一个学校出去比赛？因为这42个小朋友是来自很多不同的小学嘛，哈。那这个部分你们看到问题了，那在这个法令上面，你们目前对这件事情看法是怎么样？台湾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参加威廉波特？那就是因为我们组成的方式被总会认定是违规，所以无论如何，不管你的成员如何，一定是单一球队的组合。这个是台湾，你想突破这个法令，世界不同意，那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唯一的就是遵守他们最高机关的一个规定。那我们美浓地区来讲，因为美浓地区有那么多的小学，是不是每一个学校一定要组队？这个可以考虑。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些球员里面如何整合到1个、2个学校，然后不影响其他学校的招生数，不影响其他学校减班的状况。那这个样，所有的校长、所有的家长就可以接受。所以这个必须靠大家的智慧。在法令上，我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世界总会的规定就是这个样，是没有办法突破，一定要单一学校组队。一定要单一学校组队。好。哦，台湾你讲到一定要单一学校来组队啦。毋过闽农虽然还有8间国小，毋过有的国小可能8个人啥天天呵。假使记得咧8个人啥学生的地位度，你还有参加闽农少棒队的。记得假使迄因为一样的关系，转来学习转到其他学校去的时间，可能年代咧学校嘅学生的人数是唔拉摆，减班甚至。新生也变做流浪老师，无法够继续教书教下去。那问题其实非常严重，因为少子化唔係發生到闽農天天哦，發生到幾啊台灣哈。所以我想講下，你闽農在啲嘅學校嘅教育面臨呢啲少子化，韓國嘅棒球隊組隊嘅問題哈，有冇個實際困難再提出來做建議嘛？好，那個教育。我希望有幾個意見啦哈。第一個就是我們這個鄉下幾乎都是小校，哈。包括原住民地区也好，很多學校都有心想要組這個球隊。那為什麼會240幾所學校只有16個球隊？是因為很多學校想要組隊因為學生的人數不足。但是呢，鄉下要到其他學校就讀這個造成那個轉學啦，或家長跟學生的困擾。我覺得這個法令上是不是剛剛是說是世界上一個？那個威廉伯特的問題啊，實際上我們國內實際上有一些比賽，是不是可以聯合組隊？不用這樣轉學，也讓學校的球隊可以維持，這樣讓這個小校的棒球隊不會面臨解散的一個命運。這個是我第一個意見啦。高中先請教一下啦，目前呢吉東國小有幾個學生？116位。哦，咁你哋有棒球有少棒隊嘛？有，我學校成軍嘅2年了。咁你哋咧喺講你哋少棒隊有邊多啲美容少棒隊成員嘛？目前有8位是美容少棒隊的成員。哦，假使轉下轉到區一隻學校有，比如發講總壇國小啦，個美容國小咧，人數較大學校去法，咁廿個學校，我認為咧8個球員，然後學習割出去產生用完全問題。其實。我們學校是不會有減班，因為但是會有裁併的壓力，因為沒有學生了嘛，會有裁併的壓力，比減班更嚴重。那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這6年級12個學生畢業之後，4年級上來只有4位。明年的球隊就要維持就很難，5、6年級的話只剩下10幾個男生。這個是我們
也是明年整个5、6年级只有十几个男生嘿。哦。所以这个要组成棒球队也是会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强烈的建议，一定要解决这人数不足的问题。看到这个美浓少每天在我们的学校，因为练习的场地就在美浓国中了哈。那其实非常的感动哈，感动的原因就是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人哈，不管是教练也好，或者是博协会的这个秘书长也好，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在这个地方哈，那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棒球的这个进入门槛本来就比较高，那需要有很多的人力跟物力哦，而且要有场地的配合哈。那所以每天看着孩子在我们的学校练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哈。那美浓国中也因为少棒的原因，我们衔接的问题，我们就成立了这一个体育班哈。那也在这里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处长科长哈，大力的支持这个美浓国中体育班。所以美浓国中的体育班会在今年的暑假之后就开始有这个学生的哈，那在3月29号跟30号就要做报名的动作了哈。对，那所以这个美浓少棒哈，美中会接棒哈，那一棒接一棒，我相信棒棒都是强棒哈。那在这里也就有这个机会跟所有的乡亲呢报告说，孩子啊打棒球的孩子或是运动的孩子呢，绝对不会变坏。运动孩子这个他头脑的这一个发展哈，绝对会更好。那这个是有学理根据的哈。那不要担心，把孩子呢送到这边来。那我想美浓国中的这个青少棒呢，已经开始在启动了哈。那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我想2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周明正周科长哈。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叶雀跟叶校长，他讲到说，如果他们8个这个少棒的这个队员转学到美浓国小去，他们会有裁并的危机耶。这不只是减班而已啊，那这个问题显然好像是无解啊。那你怎么样看待这样目前这个困境呢？回归刚刚叶校长有一个强烈建议要更改这个规定，这个强烈建议其实我们早就在学生棒球联盟或者棒协这边相关一直有在提这件事，就是有一些比赛的一些规范能不能来做修正？确实我们现在基层都面临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当然不希望叶校长那边有什么裁并校啦，或者形成刚刚主持人所讲的流浪老师的问题。看来我们这个周明正周科长在这个法令部分，碍于这个世界这个威廉波特联盟这个规定，他是爱莫能助。不过集思广益部分，我要问一下我们陈武雄陈处长，你们是不是来抛出你不一样的想法，或者你什么样的建议，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可以，刚刚从郑校长跟叶校长之间的看法可以看到，我们小学看起来有点状况，可是到国中好像没有问题了哈。那所以这样的看法来想，因为小学如果每个小学都负担一个球场，看起来成本也很高。所以有没有一个有社区，但是你的焦点就慢慢，比如社区里头有一个国中，国中之后有衔接的高中，高中有大学，包括像高雄应用大学，包括义大犀牛，义大要弄了，高运大要弄了。然后我们现在跟台电队家族承棒队之间。把这个棒球选手不是只有他的升学的路，刚刚古秘书长也讲过了哈，让他可以很多元，不完全是体育系，就业的路也要让他开展，甚至未来他的职业的时候，能不能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那可能是对的哈。所以比赛的时候，我刚才跟周科长在聊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概念是大家可以一开始就是说大校你当然可以不然这个很多市区的明星学校。大家去抓我们的优秀的选手，就抓到他那里去就好了哈。那我们也可不可能说，有些地方是允许说多少班级以下的小校，它是可以组联合的，那视同一个学校哈。那这个更可以在制度里头去把它放进去，或许也符合了哈。因为每个地方的学校的形态的大小规模不一样，甚至我们未来在规则的时候定多少人以下，用人数来去形成这或许也可以。这部分我觉得应该可以在。我们振兴棒球发展计划里头，我们来想法子。那李教练张教练跟古秘书长，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发挥我们可以建议的地方，一起来努力。请教下你总教练这个，其实棒球那个运动的成功，其实唔单止係靠球员、靠教练天天，係靠全民的力量，係冇？你係咪用英文啊？因為本來棒球嘅事業本來都全面啦，唔係可能我生意嚟打，加上係唔半打，當然我產生個生意嚟，講個因為加上風險
毋去甲伊打球的，毋去甲伊毋打嘛，因为这我落飞去，下摆伊打电脑啦，吼，伊突然讲，以前我突然讲，我留家啊，我做坏事嘛，古个老人家毋放心，古时候要全面，家长一定挺细人的，吼，人家棒球那个顺好行。该顾教书嘞。总教练有补充来都讲的，就也个真是要全面安尼嘞，因为唔看像安尼一摆嘞，目前也个500人万，今目前有566万吼。其實而家嘅讀各位小朋友我哋呢，也個吼就10萬元、20萬元、30萬元，吼也個有含有7山醫院吼，每個一個片檔，吼還有安尼咧美東美西嘅呢所有嘅詳情，50萬元美金、100萬元美金，都最多嘅人係見過180萬嘅吼，所以也個錢期望大家講個珍惜，也個要全面來做也個吼，因為一個東西係做嘛講做10年的意思講，安尼希望培養安尼美濃小幫的吼，就頭到高中得到啦，到安尼初中講的吼，安尼為了一個小幫扎根，希望安尼前4名吼，利用安尼啊細年的一個過扎實的來訓練出來，所以一個係感覺一個方面吼，希望大家來珍惜一個資源，啊來做一個吼，就是說真實的吼多元學習的一個機會安尼啊。好，感謝您顧教授吼。那像現場講開放啲美濃地區嘅家長哈，亦做乜解嚟？有小嘢送到美濃小幫出嚟咧，韓國記得對野球嘅感情因為乜解呢？好，想傾述一下好嗎？這一位太太，好，第二邊這個媽媽，哎，這邊，你會擔心，譬如說她上了國中或上了高中，甚至將來可能要上大學，這個學業部分是很多家長都很擔心嘛？是。那這個部分你會不會已經開始，哎，覺得要來這個操心一下了？如果說他以打棒球越打越專業的話，我覺得這條路是不錯的一個選擇。不見得一定要讀書啊。我覺得打球未來也可以是個好發展。好，張永昌張教練，所有義務教練群的教練是你最好的這個教練，這個示範的這個模範的對象就對了。對對對。好，謝謝我們這位媽媽。好，這位媽媽。那個媽媽，看到彭順去利用個美濃小幫出去演，來兩個都拿工資係冇？係，來兩個都拿工資。咁因為上個月送去美濃小幫出咯。因為兩個都有興趣打棒球啊，就想說都不願意練身體啊。咁唔係受傷記得我讀書嘅成績會提唔到冇？我呀，可是我有跟他們說課業也要顧啦。對。所以成績冇維持的話，是做唔得留到少棒隊是少個？也不會啦。也不會啊。咁唔係本期就繼續去讀美濃國中的體育班冇？會。嘿。咁未來要向記得往職棒那種職業生涯的選手去冇？演係有興趣的話，我也是贊同啦。對呀。好，感謝兩個媽媽。謝謝。好，我想先從我們的周科長開始。我們剛剛看到，其實有2位媽媽都跳出來現身說法，他們其實都很支持自己小朋友去參加少棒這個活動啊，所以他們把它當一個運動也好，當一個遊戲也好，練身體也好，其實沒有這麼嚴肅。但是站在我們這個教育局，也許我們會有不同的思考的角度來看。那您覺得說美濃少棒這樣一個民間自主的球隊，它已經成軍了，那後面還有很多的問題，前面還有很多的困難需要去突破。那教育局的這個部分呢，還會怎麼樣來協助美濃少棒也好，或者說推展整個少棒的運動上面，你們會再付出什麼樣的做法跟努力？未來我們美濃國小或者美濃國中體育班棒球隊，它在發展的過程裡面，大概最大的問題會是在經費跟教練。另外就是剛剛談到的一個選手來源，那這一塊我們會盡全力的來協助。我剛剛講過，就是說我們國小有16隊。國中有12隊，高中4隊。那高中未來會增加1隊，就是普門中學，它今年也要成立青棒。所以，我們針對球隊的部分，我們會盡量的去努力去追。那剛剛處長有提到振興計劃，高雄市政府有一個棒球振興計劃，今年已經到第4年。未來我們會再擬定中程、長程的一個發展計劃，來協助來發展我們的國球。特別是趁這一次經典比賽以後，我們台灣隊表現那麼的優秀。大家都在棒球熱的情況之下，希望能夠持續棒球熱，把我們的棒球發展到最高峰。謝謝。好，謝謝。那我接下來請教我們陳處長，就是說，其實我們剛剛講到，這個高雄
高雄市政府有高雄市政府棒球振兴计划，体育署啊，中央有中央的棒球振兴计划。那您看到民间的力量，怎么样把这三者串联起来？那您在居中的位置啊，这个承上启下，怎么样来做？其实大家都知道，你看经典赛最后8、9局哈，在投的时候，你看那个陈宏文啊、郭宏志也好，那都已经世界顶级了。可是，在那么多人的面临下，那个压力也是很大的。所以，运动选手最后的决胜观点应该是心理素质哦。那这个心理素质的培养，我想我们这里头都把配套做好的时候，其实未来的发展是无可限量。我看到我刚才在聊说，我们这边美容小孩子的部分的生长发育都很高哈。其实背后我听古秘书长讲说，我们有营养哈。早期我们的练棒球队都有早上强迫选手要喝牛奶哈。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些营养金的部分去代替我们让孩子的生长发育，我想这是孩子最好的资产哦。所以我觉得民间的力量引进，我们运动选手的部分，还有运动产业的投入，甚至我们政府的引导，这是我们应该有眼光放大哈，放到譬如说美国职棒大联盟、日本职棒大联盟，甚至我们都在规划我们的棒球的赛事是亚洲地区可以来台湾来高雄来去竞赛。我们把眼光放大的时候，未来的王建民、未来的郭宏志、未来的陈宏文啊，或是很多哈曾子伟哈、曾仁和，他都要出来的。我很有信心哈，我们用球队一定会有。而这些你们成长出来的时候，未来又再回馈到我们的在地，所以扎根在地，放眼我们整个全球。我觉得美容让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棒球的希望。哎，谢谢我们的棒球队练，也谢谢我们大家哈，谢谢。好，谢谢。来，顾教授，我想了每伫遐请到详细嘅想法哈。民农社帮生命培育计划伫摆度吼，对于迄个种个小球员有很好的照顾吼，对于迄种个赞助的企业要讲民间力量来讲，也有很大的感谢。但是义务教练了部分，生命唔系讲短的时间咧，而义务生命的付出。其实也唔係講一件當容易嘅事情，當然係相信每一個義務教練佢嘅心情係願意嚟義務付出啦嚇。但是民眾會想講，咁講真嘅，佢哋生命義務付出，做得本佢哋都會鼓勵嘛，實際鼓勵嘛。一部分有可能講，真件做長長久久做下去。哦，一個冇得講吼，其實佢是想要民農社幫10年培育計劃，意思嗰度教練群佢是啲嘅心情就講。俺哋就去撒一個種子茶一樣嘅，不然好好伊教球嘅，比如好，所以我頭都有談到幾個俺哋呢初中同高中講嘅意思個，你看俺見嗰度這幫嘅，像陳偉英有冇跟郭宏志同咱呢，我們王建民的對話，也差不多都青棒或者成棒啲樣開始發展起來，所以我跟嗰度家長講，伊說俺哋希望一個吼，跟一個該總好嘅吼，我們的基礎打好嘅吼。講安尼應該會有一個成就哦。那另外頭都主持人講嘅呢教練的問題啊，其實我真係可以感謝伊，所以我今日目標咧有咧寫啦，哦，盡量寫計劃哦，因為來自資源嗰團咱咧甲迄陣都俺哋募款咧，我跟他個講伊說，俺哋見他個人咧10萬元、20萬元慢慢的募款，要500萬，俺做10年哦，1年俺樣做得花50萬的哦，所以俺哋每年都有控制一個錢哦，所以我跟教練團講費事，俺哋真是會努力，我上去有咧寫計劃吼，就講希望。鐘點費同咱咧交通費哦，做得寫嘅本教練一實實的啦。嗰度教練義務，吼嗰度上前咧捐錢吼，一個圓夢嘅機會，讓大家有的話吼，你有機會，當然就一個他個規來付出一個呢棒球，所以我哋博協會還是會用一個方面的做傳承的一個經驗來做一個做默默後面的做一個支持，謝謝。好，那我有問題係推你少棒隊嚟問啦哈。你下目前嗰種民間的募款來法，係針對佢訓練的部分嘛哈。但是佢哋出去比賽嘅時速交通，你係一筆動態調嘅錢，但是目前你嘅民間募款並冇多了到了，但是他假如要求講看到比賽成績啦，但是一比賽嘅正經態調錢，佢哋可能會卡到了到誒產生兩難嘅狀況。該唔啲股比數都有可能情況嘛？你目前有幾個判斷嘛？我貴州以前成立一個團，徐生明總教練有講呀，我們要做的是10年的一個長程的一個計劃。我是希望一條錢，因為他個人捐的錢哈，都我一直強調10萬元、50萬元、100萬元，一個按慢慢捐出來的錢哈，就是說他個民間的錢，我是感覺說會用到會長久，所以我底下有跟所有救援福岡的高中同家長會長有講過。
真是代表用福光出去底下吼，其实也个钱做得用福光的力量吼，因为迄种人的每个用一条钱啊吼，对人来讲一条钱一下就会用hết，所以跟大家讲抱歉，一个人吼都一多钱做一多事，那迄有机会俺嘛希望相信大家咧，比赛出来，其实出来比赛前，其实一个人2000、3000，有5个人、10个人出来应该就冇问题的，所以我感觉一个钱应该从一个呢每个福高的地方来出来吼，是最好的模。家中非常咧就揾冇事情做啊。哦，所以我想法是讲，希望一条钱是讲用俺哋全面农镇所有面农企业所有生意来用一条钱的目的安尼。好，感谢您嘅顾秘书长嘅说明哈。最后想回到您嘅总用总教练哈。其实您就讲到面农嘅种嘅棒球嘅小棒嘅训练係非常做，比方讲5嘅世界开始，总米练总教练对您嘅影响是动态，咁代表你面农，代表你国家去打嗰種国家比赛以后，你还有让人经验转到你面农嘅小棒嘅身上来讲，一棒接一棒，咁到了一棒接一棒传承啊过程当中，人家心情因为面对了少棒队，本期等要买些勉励。記得係說那個小學4年生嘅時節啦，哦，總米練教練，嗰位年代教練，哦，就先棒球隊，今日呢閘門區一隊練棒球啊，差唔多5粒球嘅。練到係變一係變用5粒球嘅，球嘅快起嚟7個拿歸用整了。不打團啊，吼，教練總米練教練講哦，都啲不打那都條人嚟靠啊，後個人歸嘅不打同埋麥團嚟啊。佢用反彈嚟當專業嘅，哦，記得頭擺打球啊，咱們困難啦。從頭到也咩講，學講冇練起嚟也攰，平常擺到禮拜我同佢家是天球行，吼，上嚟教棒球。見到出來嘅出3批嘅，哦，要打過一幫啊，退下嚟咯。希望啲生意呢，年輕啊，環境啊，哦，小朋友有夢最美嘛，你們現在夢呢，實現夢了，好好的加油。環境這麼好，用曾紀燕教練一句話告訴你們：只要教練還會走的一天棒球場上永遠見得到哦。張運聰總教練那個兩句話真係非常感動人啦，哈！像要求一樣嘅精神，是在面農嘅小棒槌嘅，再從呢本書嘅宋芬雄一樣嘅名將嘅書項咧，傳到人嘅齊生明、張運聰、鄭貴州一樣型嘅職棒好手棒球名將嘅身上咧，一棒傳下來，一下佢就轉到故鄉嚟貢獻佢嘅力量，然後佢就一生嘅所學嘅技術，係個品嘅教育咧，傳俾呢個面農小棒槌，誒你祝福面農小棒槌一棒接一棒，棒都會強棒，最後到佢哋結束練習嘅歡呼聲當中咧，也結束今日出面睇飛，感謝人嘅收看，希望大家安住先。嗨，立正，向後轉，脫帽，敬禮。